际导演魏德胜家的第一届献予华视。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满30年，华视规划一连串报道，特别邀请魏德胜导演来主持，来讲台湾民主一路行来的过程。这个节目排伫的6月7日的暗时8点来播出，邀请乡亲来收看。国际导演魏德胜来到华视担任特别节目主持人。特别让我讲台湾的。对幕后到目前，魏导演变成做主持人，干的古代佮找头毛总算定妆完成，正式上场。甲华视新闻部的经理黄兆辉，徛伫摄影棚内面，献出家己第一次的主持。欢迎收看华视新闻1989躁动的理想，台港中30年民主路特别报道。我是黄兆辉。大家好，我是魏德胜，这是我第一次主持电视节目。很荣幸来到华视，和大家一起探讨台湾、香港和中国30年来追求民主的历程。六四天安门事件今年满30档，华视特别企划系列报道，带你看民主思潮演变。听导演魏德胜讲家己1989，校园里面也都在讨论，发起的募款声援。当时的我也在学校被半强迫的要求捐款。虽然嘛演技几届，最后录影完成，伊嘛讲出心内话，讲主持人真正不好做。很隔行如隔山，以后还是不要随便答应人家。影展啊或什么，大部分都是这样穿的，还是很不习惯啊，自己很不舒服了。我不喜欢这样子抹脸啊、弄头发，不喜欢这样。关心台湾这片土地，魏德胜用纪录片、用电影唤起关心，用主持人身份讲六四天安门事件，又搁完成一项挑战。特别节目电视播出时间6月7日拜2暗时8点到10点，华视新闻杂志6月7日拜5、6月14拜5暗时10点。